其实中国这个戏曲有许多很宝贵的东西，你一定可以传承的，尤其经过经典的再造之后，它有一些艺术上的呈现的，它不可磨灭的。这么多代的这些了不起的艺术家、舞台艺术家，他展现出去。那么，可是现代的人，就讲到时间的问题，现代的年轻人其实很少接触戏曲，他不能接受，可他还看这个戏，还会看说是哪个人演得好，他还喜欢看，那就表示他对艺术演出这个整个戏曲的这个程式的一种特别的表演呢，他喜爱，他觉得那个东西很了不起。所以我就是想到，像这所有这些经典的再造是很重要的。我曾经研究过《琵琶记》，这个蔡伯喈是个大坏蛋，而且蔡伯喈最后是被雷劈死的，考上了状元啊，考上了进士啊，不回家了，就糟糠之妻就不要了。所以老百姓搞这个戏最早的时候，都是最后只诅咒这个蔡伯喈，最后叫他五雷轰顶。可是我们晓得，这个戏后来经过高则成的改，所以蔡伯喈是一个全忠全孝蔡伯喈。为什么改？他也是再造啊，他是符合当时士大夫希望的一个，还是一个团圆，给他找出一条路来。我觉得毛 Sir 有一个很厉害的，他还搞了一些现代插入，这个穿越，还有批判。这个平贵再回来的时候，我们等着他，我们等着他，他是个什麼樣一個平貴，我們怎麼樣評價，這就很有意思啦。佢講一個點好特別嘅，就係話嗰啲人要睇啊，其實就係個表演，個戲曲嘅魅力係你就要睇啊。咁所以你係要將佢要講嘅嘢係點樣可以同佢在時代跟住一路行。咁其實就唔係話淨係一定嘅形式上一定要好多變化，但係其實你要真係要，所以我就話多謝好多同我一齊合作嘅朋友，即係佢哋要花好多心機時間，我哋只可以揾到啲嘢。因為排緊平貴呢個戲，咁平貴別窯就係比較傳統戲嘅，阿旭哥就行咗一段傳統嘅功架，咁跟住我哋好自然會問點解要咁樣行呢？但係其實又唔係好知道嘅喎，因為本身係咁樣行嘅，點解要出嚟跳個大架，要個七星步咁樣行？咁短啲得唔得㗎？得唔得嘅咧？又冇試過喎，又試下先咁。咁所以我自己一直帶咗一個問號，就係傳統係乜嘢？個 magic 喺邊咧？點解會唔同咗嘅咧？咁就係話老師開位嘅時候，佢真係令到一個戲進入咗另一個空間。咁我就揾得返原來傳統嘅戲，佢就係借路線嚟打開空間。原來透過排練嘅時候，我好似一個貫穿翻去以前傳統係有道理嘅，傳統係有得解嘅。透過老師排一個當代視覺嘅故事嘅時候，我睇到個路線嘅時候，我就即刻明白其實老師係回應緊傳統嘅。好希望呢個計劃其實係對下一代，甚至乎我呢一代係好大嘅影響，因為你要透過當代嘅法門嚟到去進入翻究竟傳統嘅道理喺邊度。